6年前来台掀起热潮的美国职棒退役球星曼尼今天重回老东家波士顿红袜主场，虽然禁药阴影挥之不去，但他向媒体表示人都会犯错，对于入选名人堂仍不放弃希望。去年的世界大赛冠军红袜今在主场开幕战举行冠军戒的颁发仪式，许多退役名将如曼尼、Manny Ramirez、欧提兹、David Ortiz、佩卓马丁尼兹、Pedro Martinez 受邀出席。从芬威球场 Fenway Park 左外野的绿色怪物，左外野高达11公尺的全垒打墙进场。46岁的曼尼曾为红袜打下2座世界大赛冠军，生涯敲出555支全垒打，光看数字是名人堂等级。但他分别在2009年、2011年被验出使用禁药，分别被禁赛50场、100场。禁药阴影挥之不去。曼尼在2017年取得棒球名人堂的候选资格，连3年扣关失败，得票率不到 25%， 离入选门槛 75% 还有一大段差距。被问到进入名人堂的机会，曼尼表示他一直在等待好消息。他说：“我希望能入选，我们一直都在祈求。每个人都会犯错，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我想随着时间过去，如果神的旨意是如此，就有机会进去。但他也说，如果神的旨意不是如此，我们也很开心，过去有机会能够从事这项我们喜爱的棒球。”曼尼大联盟生涯19年，自2001年到2008年效力红袜。他在2011年2度药检未过之后，宣告从美国棒坛退休。2013年来到台湾打球，号称台湾职棒史上最大咖洋将。曼尼顶着招牌的辫子头发型，2013年3月到6月，身穿义大犀牛队球衣打了49场比赛，在新庄、新竹、台中、台南、澄清湖等5座球场留下全垒打足迹。这是曼尼隐退多年之后难得重返芬威球场。他说：“好几年来球队都有邀请我，但我太忙了，忙着跟我的家人在一起。过去是场上特立独行的明星球员，曼尼现在以家庭优先。”他大笑说：“跟洋基比赛当然很不简单，而养育孩子却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了。”